究竟我點樣可以避免到呢一個嘅 CAS 出唔到或者攞唔到嘅情況呢？其中一樣嘢咧，真係尤其是要奉勸香港嘅家長同學生，千祈唔好做 lastminute.com，即係話唔好將所有嘅嘢咧拖到最後先至進行。譬如話，如果你已經係申請咗一個 master 嘅學位，而佢12月已經係話俾你知冇問題㗎啦，咁你咧最好咧就早早交錢，早早確定個位，因為你越早確定呢一個 offer 嘅話咧，佢哋就會幫你排隊，就會越早咧出呢個 CAS 㗎啦。而今年啊，我亦都見到好多嘅學生啊，甚至係 master 啦，唔去到 deadline，佢哋都唔做嘢，做 offer 又唔 confirm，UCL 以為佢哋唔嚟啦，最後佢哋喺最後一刻出現，所以 UCL 咧就失咗預算啊，就出唔到呢一啲簽證啦。